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。哦，也哈好，虽然也部的天视动业，不过我相信大家是同好出去行聊的啊，比如讲做网美啊，也是讲食东西啊。嗰时候今日阿群妹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做得去桃园观音哦，做得去食东西、翕相，爱翕嘛该喏，爱看嘛该喏，爱食嘛该喏，全部都是连发。大家也可能会想讲，奇怪，连发咁做得食，真件做得食哦。細細嘅來分享，今日邀請到嘅來賓來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先來分享，你總爸爸總清鳳分享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總清鳳，都帶桃園觀音。好，分享大家好，請恭喜。哦，分享總爸爸來到節目當中，撒下來係家己來嘅分享，志平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莊志平，來自觀音，歡迎大家來觀音玩，謝謝。我唔錯，因為也下桃園嘅連發季就會開始嘅，對不對？故說大家做得去桃園觀音有隻所在去看連發、食連發，大家也下可能會知道，食連發當奇怪。不過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分享，其實連發做得做當道料理來食咯。不過先來請問一下總爸爸吼，因為一開始桃園有隻所在可能冇按到人種連發，佢一開始種連發嘅時節，聽講你係清早開始種嘅哦。大家越來越新鮮啊，但係冇種青島啦。你一行唔要來去看蓮花就做得嘅啦。唔過頭個你有冇想到講，開始種蓮花咯？本來你一田啊，休耕咪變咗閒啦，閒個。休耕種，嗰度政府有補助，一幫佢種蓮花咯，可以有可能清獎，也有休耕嘅補助錢咯，都睇家種蓮花。聽講呀，蓮花愛種蓮花，佢水質愛動槍哩。蓮花蓮花都嘛，嗰啲啊種禾咪愛槍哩啦，種蓮花咪愛槍哩，嗰水先槍哩啦，桃園太種來啊！不過這樣時一開始種嘅時候，聽講沒有一工廠污染嘅問題。本來嗰河壩水是先講嘅啦，不過每日工廠來你話有嚴重嘅染症嘅啦，係個天土嘅啦，嘛嗰都青島出嗰河壩許多咯，嘛嗰石都有，就黃石、烏石、橙石，嘛嗰有都黃石，許多河壩都清楚啦，都冇廠人咧講正經嘅河壩啦。幫會他自家跳咗一個協會，都他有去太富行保育社會，保育社會做一個社會啫，幫每個工廠嘅廢水去落去捉啊，而家工廠撩灰污水搶食，又係放石出來嘅都全面啦，都聯絡喺環保局嘅環保局都攞去做發錢啦。發唔係幾多強啊？發到幾10萬啊！哇！嗰個也下就係因為你啊，嚟幫每啲咁捉啊，都唔敢講啊！而家水要處理，你而家河壩水你啊要硬，要搶你，很多人會種蓮花。要生嘅都冇，你而家都要啊！你而家去看到河壩水啊，看得到啊！故說頭個可能因為水污染嘅問題冇辦法種，不過也下已經整治到當好。你而家當好。做得種當到蓮花，就做得落看。種兩個種菜嘛，嗰度全部就做得。唔過蓮花愛拿來食，因為頭個應該當少人做按樣嘅料理。故說總爸爸，你用會做也條蓮花嘅料理呢？我本來我都做料理啊，幫我啲蓮花都改普通嘅，從啲蓮子、蓮花、蓮藕，有得做料理真強。大家就可能會曉得講是蓮子啊，伊講是蓮根啊。蓮子本來都好東西啊，布冬布冬成咗這個細線係啊，但都地表都係蓮子都最好嘅。唔過你會攞佢做料理，做創意料理，或做傳統。跟你用辦來一條想法，一條靈感，哪裡來的？都是講想我做嘛，個老想出先做起來試看啊。所以講咧，睇家都講，
哦，他们是开始都来是看到讲了做得无，做得都了来做啊。嗰种银行有让你做回馈就错诶。我想没想要问一下志平哥，这种是爸爸的研发，按多种某空用这种创意料理的时间，你看到爸爸给灵感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创意研发出来的，很多都是客人给的点子，对，然后爸爸再把它实体化，融到我们的菜肴里面。所以像今晡日同大家来分享用莲花来做料理，不过大家的嘛，就是吃物都会有不一样的品种。那是不是可以请志平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莲花有哪一些品种？它是吃的呢、看的呢，还是说有不一样的用途？像一般我们观赏用的就是大鹤莲，观赏用的是大鹤莲。那我们莲子采收。专门采收莲子的品种就是所谓的百叶莲，因为它长得不高，矮的很好工作，尤其在夏天，你如果像大鹤莲长得比人还高，那我那么高下去看不到人，躲在里面看不到人，很闷呐。不过莲花没带下，还要有很多水跟泥土，对，所以你落去以后就看不到你呢。对。差不多暗沉，暗沉差不多，暗沉就有啦。不同的例如种莲花都甜哦，都落大种无的甜啊。就种无的一甜就出来啦。你讲大鹤莲，你落去会看唔到你。佢高卡，佢种类都较高啦。大鹤莲主要係用來做乜嘅？觀賞。要设莲花瓣啊。做莲花叶都大鹤莲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去开发真正，就是大鹤莲做诶。大鹤莲普通讲荷花、莲花，主要大鹤莲。就是大鹤莲，一般青岛人看到诶。系啊。刚才有志平哥有讲到百叶莲，百叶莲有什么样的特色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它的花期比较长，它莲子的授粉率比较高。所以百叶莲就是出莲子比较多吗？对。专门采收莲子，专门采收莲子的Hellboy 给类是什么？那后面那个？那2朵小朵的是百叶莲，都是百叶莲。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莲花的品种？当然，像白玉香莲、石莲这些都是。也有剑莲，对。台湾的莲花很多种。对。那最主要就是第一，我们产量要高。第二。我们采收要方便，那比较节省人力，变成就是说，我们针对它的采收的特性，我们去做分类。但是有人唐人讲过，莲花有香味，屁又有香味，当香当中都有香味。哇，真的你就是係吼，佢了大鹤蓮吼，佢就是了5點都放草，5點就會開花，都5點開花，佢都放草咧，到12點佢會衰木咧，佢就會合起來，合起來，真的哦。那明天天光日各開，就5點就開，到12點就衰木。跟有按布條開嘅花冇？都紫石蓮咧。还有真件有哦，叫紫石蓮，佢天3日啊，天3日佢都限5點都放草，都唔可以過衰木咧。就會掐嘅。3日開花3日。哇！天4日佢啲花瓣都會見掉，就會啲皮就會見得到佢都變，我就嚟花蓮盆就掉出來。你蓮盆20日。就會變做幾多3點子啊，都伸手摘得了。哇，原來係咁樣，看到呀，細一類蓮花看獎係動獎，不過其實我身邊做的，還個有動作，至少我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過轉來。大家有
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終於去阿 Q 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吼，阿 Q 妹又會帶大家去做完美，韓國做啲食好食嘅東西，就係啊桃園觀音嘅蓮花櫃要開始了。故所今日嘅節目當中，來同大家來分享吼蓮花選來愛樣板式，韓國蓮花有哪條品種，哪條體質，今日都會紹介俾大家哦。剛下有聽到呀，你嘅總爸爸韓國志平哥同大家來分享呀蓮花嘅品種誒，韓國有總爸爸其實你係啊種樸實，對不對？做廚嘅人哦，懂專業不？故說接下來同大家來分享呀蓮花咩係做得食嘅，就像我素鬆呀盤，這是蓮花沙拉，對，用蓮花嘅花瓣，好漂亮哦！但是20度吃角色都可以，這角色，哇呀個。像按樣看，我都覺得它是一個藝術品。啊，大家看到呀，看到都睇自己看到真香哦，對不對？好，呀，我來吃吃看哦，貴好。蓮花嘅葉唄，不對，蓮花嘅花，這是花瓣。花瓣係脆嘅呢，脆脆的。有了不澀澀的哈，還好沒有澀澀的感覺，香香的、糖糖的。單單吃花瓣，你講抓吼，抓花瓣讓老人家吼，直接吃。直接吃有澀澀。啊，一啲啲。有吼。拌沙拉落去都唔會澀。哇，你係咩形象出來嘅？你有冇想到？水果一甜啦吼。韓國嘅沙拉咩甜？佢講嘅澀啊，都。吃落去都綜合，對不對？吃落去都冇個花瓣來食。哦，因為單純讓它懂也好吃，就是可以做那種味道融合的東西。古時候你食到甜甜的水果沙拉，甜甜的美乃滋，加呀有一些些的澀嘅花瓣，食起來就會肚肚厚。然後這個花瓣因為佢係有一啲的像厚厚的，有一些盆凸，對不對？然後都先做吼。它唔會軟到，唔會哦，你好太軟啦哈。有一些它軟，不過其實它是有厚度的，故說你咬下去會有那個脆口的程度。做沙拉就很像不用擘開刮的那種脆的感覺。故說呀，這樣子的沙拉你底部係不用擘開東西。不用還有小黃瓜、水梨、水梨，還有蘋果。那高檔一點的，對，我們就加龍蝦片，好棒哦！新鮮蓮花龍蝦沙拉，可以加蓮花龍蝦再加一顆新鮮蓮子。哎呦，唐東人係有難食條菜，用根本呢沒有龍蝦呢。講笑，嗰度講到吼呀蓮花，除咗呀花做的是以外，大家一般印象當中，印象清晨做的是就係蓮子，蓮子就係對呀東頂一下嘅。蓮蓬頭好可愛哦！呀，蓮蓬底肚誒，就係蓮子嘛，對不對？嗰種片面係唔係像總爸爸韓國製品過來搞嗌樣板起呀蓮子出來？你先拿到啊蓮蓬，以後用板攞底部嘅蓮子拿出來呢？用手把吼，用手把也做得。但呢，要搭救啊，手會較痛。哈，因為呀，其實。包不用用嚟嚟倒嘅，倒嘅，對倒嘅，這樣拿蓮子拿起來，嘿，拿起來，對啲順這樣割落去，割落去，割落去，但蓮子樣剝。哦，哎，我不小心把皮割破了。割，有，按用天數落去拿出來，好可愛哦。該細隻，細隻嘅蓮子。該你個舌頭上色唔是用的。用樹枝甲，用樹枝甲，到皮薄睇，皮薄睇，即係較嫩嘅係嘛？較嫩較細粒，好可愛哦！嗰種切集，然後再讀。啊，你講蓮子有蓮心咩？有蓮心。蓮心會苦麼？蓮心吼，你較熟嘅都把你講了會苦，但係吼，嫩來吼，清甜。你是假的？吃可能都抵。好吃啊！好什麼？這你係甜咩？甜嗎？好奇怪哦！
盲色是个暗红色的帘子诶，因为一般颜色帘子迄煮到绵绵落落的嘛，啊迄松松的口感，啊说起来就是有点像。菱角像用过啊，用粉粉嘅米头，咩毛嘅贴片嘅米毛了唔会的。哎呀，所以了，这种水光的咯。对呀，嘿，盲色色个呢，故说因为也系很嫩嘅帘子，啊，系讲像几粒哈漏诶，黑不黑？强志平哥帮我们示范一下，我们那个帘子剥下来之后，后续的动作黑用板了金，就是要把壳去掉。那是一个机器专门用来去壳的。这个是他做的绣，比较古老的操作方式，现在都用机器了。对。那再把这个膜上面还有膜要去掉。对。那个膜去掉好看了。个色看起来很像。哦，啪的感觉，膜去掉，膜不去也没关系。对，膜去掉以后，再把芯取出来，然后就脸型美。对。这个就会苦，对，但是百叶莲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本身莲心不怎么苦，在我们做料理的时候，它煮咸的，一起像我们煮排骨汤、莲藕汤、鸡汤，莲心一起下去都 OK， 都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百叶莲的莲心不会苦，不怎么苦，不怎么苦，就算油附一滴滴来听听，对，可以接受的苦。不过你说的这个是百叶莲，是不是还有其他不一样的莲花也可以出莲子？像我们的剑莲，还有白玉香莲，对，它长得比较椭，比较长哦。比较细，因为亚看起来嘿，它圆，对，比较圆形，它圆呢。啊，你刚刚讲的剑莲，它们长得比较它草，比较长，比较瘦，有点像椭圆形，瘦瘦长长的这样子。那它的莲心就比这个苦很多。哦，就一听拿铁就出来。它莲心，就会晒糟，暗粉，就变黄莲。黄莲是莲心，黄莲是莲心。就是磨成粉，给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的黄连，就是脸型嘛，无可能脸，原来这样呢。古时候看到像暗用嘅脸型，就是讲黄连是凉啊吼，不了脸型吼，凉吃落去都清凉啊，清凉清推火就错嘞，推火。哦，唔过像见呀莲子啊，大家都会说来，比如说养生保健的嘛，对不对？按空天嘅东西，古时候呀起就懂重要哦，而维持它是最新鲜的状态。对，一般黑讲买按用生鲜的这样子的莲子，买赚不卡，用嘅老几，用嘅保存它好喏。俩吼，有保存的时间。迄冷冻吼，不用1年来做的。1年还做的。一般的莲子新鲜的1年都可以吗？对，都可以。韩国俩吼，不用冷藏吼，3月。3月听听，即使像牙屌粥这样真空包装，也是一样，还是要冷冻，也是要冷冻，冷藏只漳州的不用3月听听。哦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因为它目标嘛，有的嘛，还在呼吸，那东西还在呼吸，它会产气。哦，因为你就算你老给炸下来，这样子保存起来以后，它还会再继续生长，它还有生命力就对了。它不是继续生长，是在呼吸，会产气。所以我们真空包，你一个礼拜它就膨胀。它气因为它会像是发酵有气体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气体产气。你按有披起来，它有一些类，有点像香菇的那个味道，生生的，对不对？生香菇的那个味道。轻轻的那个味道，像臭诶，给米头。古时候提倡大家，迄讲买按用齐的莲子真都不卡，听说不用冷冻，迄讲不用久给发，迄么就给老给煮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新鲜莲子哈，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开12分钟，一定软软绵绵的就烂了。哦，你破梗了啦，志平哥，我们可不可以讲说农民啦，同大家来分享吼，就是用板来煮厚色的莲子哦。刚刚志平哥说直接放在水里面煮就好了。对。那可以告诉讲冷冻呢？一样。不是推白？不用。因为我们这个
原则上都已经洗干净了。帮客户洗干净了以后，要包装以前都洗干净。水成脱脱，脱水脱嘞。对。啊，就不用都滚，要放冷水还是放滚水？滚水。滚水哦，水先煮滚，对，不用下去。跟你如压莲子哈，比如我煮的东西，基本水梅当标，水梅当标。你煮排骨咧做得，煮鸡肉咧做得，煮个白木耳咧做得，各种都先煮。啊，煮10多分钟就做得嘞。哎，你要都12分多，最多14分。哦，还不能超过。超过你会太烂了，不太嘞。啊，我烂铁，我腐铁。烂的全毛莲是的。啊，我发铁咯。古时候提醒大家哦，迄讲唔买按用嘅莲子真豆腐卡好，滚水不用下去煮，12到14分钟就做得，唔好煮太久哦，会腐铁。好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才够做到节目当中。好，非常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，我係總演員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下也拖延觀念嘅蓮花，幾月開始了？古時候我同大家來分享下蓮花，所以我用版式，家下又同大家來分享蓮子嘛。啊，唔過蓮子啊，大家都會識空間嘅嘛，啊識空間嘅呀，用版去托呀蓮子就當重要哦。古時候係唔係來搶製品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去到那邊看到這樣子新鮮的蓮子，而用板挑才可以挑到最新鮮的、品質好的，要怎麼挑？原則上，我們台灣本土生產的蓮子，就是白河跟觀音兩大產地。哦，兩大產地。那白河的產的蓮子都是比較長橢圓，那觀音種的是比較圓形。啊，就是我們剛剛講像百葉蓮這一種的蓮子。那我們市面上買的哈，95%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不是台灣的，都是進口以後泡藥水還原，變成感覺是新鮮的。那可以給消費者一些參考，就是說，它聞起來會有藥味，有藥水味。第二個就是說，它煮的時間要比我們新鮮的時間要來得長，它大概要多？通常要3到40分鐘，要半個鐘頭以上。那我們新鮮的哈水開12分鐘，幾乎就是很綿密了。啊，唔過迄個像好，假使大家有閒有時間嘅話，做得去產地買新鮮的，因為你現場看得到有人哋嘅種，所以就比較安心嘛。就講我看得到，我就做得拖到企業，就是這邊產的蓮子。啊，唔過迄個我去市場買嘅話，我看到泡水的，有可能就是還原的。不，它還是用這種包裝啊，一包一包。哦，它也是這樣包，是不是？沒有泡水啊，它整個一樣包好這樣子。所以我搶做的買這種去批看吶，看有沒有藥水味。不是你外觀看哈，如果說大小平均，很平均，每一顆都是很平均的大小，那個幾乎都是泡藥水，都是進口的，然後再泡水還原的。那我們本土台灣產的哈，它會有大小顆，稍微參差。因為我們顆顆都很珍貴，所以不管大粒細粒，全部都會種落去就對了。啊，不過迄個我們去咖啡，比如說南北貨，我們買乾燥的。哦，乾燥的原則上進口進來都沒有問題，也都經過檢驗都 OK。像我們去中藥行或雜貨行買的乾燥蓮子，那個煮回家煮都可以，但是切記一點，不能泡水，不能像紅豆、綠豆先泡水。我以為要泡了以後它煮不爛。哈，所以不能泡水，那所以就直接用得到滚水你可以稍微水洗一下，再丟進去煮，一樣滾水煮，對，但是要煮比較久，對，大概這樣
干燥的要煮多久40到50分钟。？40到50分钟。哦。它最重要的哈是口感。我们新鲜的有 Q 度，有鲜甜有，甜味，有甜味。干燥的还原的都没有。哦，原来是安呢。古时候吼，大家吼，迄讲真紧。当然，第一行係建議大家去產地直接買嘛，因為可能到你就他安心做嚟帶走去不卡。不過係冇辦法嘅話，我去買早的，盡量都是買乾的啊，起價再個多轉去不卡煮，這樣比較安心，對不對？哦，古時候買到安心嘅蓮子，以後就會來做料理咯。今日係咩要同大家來分享吼？做蓮子嘅料理，韓國按用做蓮子，我係蠻熟悉個，像煲飯，睇有咁樣有冇？大好按用煮，對不對？總爸爸，煮係。家係煮嘛嘅口味嘅。你是可能都對啦。哦，還會靠牙就錯誒。可能嘅口味。哦，我咪批到嘅啦，酸嘅嘅米絲，按用像按用剝掉，老皮剝開，老皮剝開就做得。剝開都是的，個厚厚，哦。好吃哦，是的嘛，都好吃，很好吃的，就是有 Q 度，好香哦，又有入味，有甜味，基本一張是有甜味有鹹味，那基本一張是都整個蓮子，我以前沒有吃過蓮子是這樣味道，而且它帶腥哦，完全沒有吃到苦味，對啊，這個就是你有沒有苦啊？百葉蓮的蓮子，對，好好吃哦，那就是說我們要給客人方便。我們做成這種料理，反挑不反煮反挑用，帶着就可以吃了，當零嘴。那個我要預約哦，誰都不可以動那一盤，給盤黑矮嘅，好好吃哦！跟呀，蹦酒也係講葉田拿來做冷搭色，全部都很好吃誒。有人客氣吼，晚上就兩杯吃，不會先吃啊，就不會氣色。哎，放好生開胃菜，鬆很綿又香，當小菜好吃，這麼好吃的東西，除咗按用做以外，係唔係咩有其他嘅料理做得同大家分享？蓮子做得用蠻煮呢，冇呀，做廚嘅總爸爸。蓮子還有，蓮子本來我做好嘅飯吼，因為點樣都要參嘅，你要留蓮子。雞肉湯、排骨湯，哦，韓國有蓮子做甜嘅咩做得啦？甜嘅啊，白木耳，對對對，白木啊，紅棗，各全做得。全部就做得就錯嘅。蓮子嘅佢嘅炒咩菜吼，做蓮花時間吼，咁樣差唔多啦。百搭就錯誒，對不對？唔過像按用一種蓮子啊呀，因為愛食空天的東西，故說中嘅時節，聽說咩會動用心，完全做唔得不用藥嘅。按用冇不用藥嘅，會有蟲害冇？蟲害我對你嘅蓮子吼，食袂啦，如果食完了食袂蓮子唔會食。會影響到蓮子嘅生長冇？唔會。哦，所以故說。一咪會食到嘅唔怕。哦，唔怕可能蓮花冇辦法上岸講。差唔多幾愛食噶，吼蓮子差唔多差得啦。哦，所以還好就對了。故說香醇後對於蓮子來講沒有太大的影響。通常我們有看到有蟲害的時候，它會吸那個葉子的汁液，它會乾掉。對。然後我們就把葉子折掉，順便把毛毛蟲。踩到泥土裡面嘛。哦，其實這樣子好像種蓮子應該算是蠻安心的一種食材，對不對？因為它不太有病蟲害的影響。對，慢慢有。這樣蠻好的。韓國對啊，有養生的東西。我們的原則就是不用藥啊。要懂沖藥，而且用藥誒，你水質你也會，水質乾淨不乾淨，有沒有污染，你看水質就知道了嘛。對啦。用心做嘛做唔得啦，人家都冇食嘅東西啦，漢人還哪食？故說也係人家都嘅堅持嘛，對不對？要除咗呀蓮花、蓮子做得來食以外，蓮花嘅瓜也可以吃。你要食得都係香菜。啊，做得來炒，從烏河按用拿來炒按用。實在咩食得？實在咩做得？哦，蓮花瓜咩做得食？啊，帶下嘅蓮葉咩做得食？
对不对？那莲根那个莲莲藕对不对？莲藕没做得生。古时候你看下莲花一条吼，蛮难都做得生，又做得看奖，韩国还做得去体验 DIY 哦，对不对？志平哥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体验活动？我们的体验活动有荷叶饭 DIY。剥莲子 DIY 体验，对，像因为我们是北部，我们算是最大的生产莲子生产。而且南而已的时候才就要去到台南，对不对？这么远。台南其实吼一家吼要创海岸都咩无咧，冇一种海岸法。古时候北部可能就会去请呀溜溜，就可以做这样剥莲子的体验。对，还有什么样的活动？如果大家要去的话，导览解说是我们餐厅接团客，他在我们餐厅用餐之后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免费帮他们做生态导览。对，做得去看看啊，介绍我们的莲花。古说，像按用莲花嘅按到之身后，因为阿 Q 妹妹系剃白糖豆，这些顾客去到餐厅消费，去看到了这些莲花的生态，大家的想法是什么？有很惊讶吗？很多都是以前来过的客人，为什么他会回来？就是因为第一，料理合他的胃口，第二，他觉得我们的东西很安心。而且乡下地方也不会讲求什么房租贵啊，都自己的地。古时候消费者安心，它价格也比较实惠。我们的消费算不算高？古时候也係不用出家嘅時節啦，分享大家有限嘅時節去桃園觀音聊聊啊。因為今日什麼鐘爸爸韓國志平哥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新聞。咩什麼鄉親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，來做運動了。